后来要参加这个国民党总统初选的鸿海集团的董事长郭台铭，再去针对着中美贸易战对未来台湾经济挑战来发表着演讲。20分钟的时间，郭台铭讲，伊是为着要让台湾青年摆脱着绝望才来参选，嘛引用高雄市长韩国瑜的发大财，讲要带领台湾农民进军美国，和科技结合农业，让农民赚大钱。郭台铭接受邀请，针对中美贸易战对未来台湾经济机会甲挑战做演讲。一开始先讲，演讲是决定参选前接的，也若无要求哪样总统参选人拢做伙来发表意见，嘛表示要带台湾走向台湾得利、美国达标以及中国转型成功三赢的目标。找到对的国家产业方向，及有执行力的领袖，才能创造台湾经济的新未来。另外，话题一个转，郭台铭嘛批评讲，未来台湾的经济环境恐惊少年人无机会。会动念想要参选，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，就是想要为台湾的年轻人做点事情。如果台湾的领导人没有做好面对挑战的准备，未来的年轻人将会活在一个绝望的台湾。郭台铭嘛点 AI 机器人，搁借用韩国瑜发大财，口号要解决农业的困境。优秀农民们，结合我最熟悉的 AI， 一起进军美国。优秀农民发大财。20分钟的演讲，郭台铭几摆有讲到要带台湾走出困境，也要外界继续关心的是，郭台铭敢会交出鸿海董事长这个职位，嘛，互这个鸿海股价对咧波动。今日早盘以88块开出，起2角。不过伫郭台铭演讲同时，却是落超过1.82%。要互台湾赢，嘛，互鸿海对咧赢，对贵党来讲是一项新挑战。